林江，我在台北一般的因为现在在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就职因为也服务了很多年了所以说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对人生有另外一种学习或许是这个跟着在泸州我们的道场是别的是花一的泸州的道场。那因为听说我们冯检师要讲这个《金刚经》，的确一提到要讲《金刚经》，就觉得不简单，因为《金刚经》的确是一部非常深奥的经典虽然我今天来报告一下我今天所听到的一些心得，真的我们很感佩这个我们冯检师的用心。他所讲的这些《金刚经》他不是只讲《金刚经》，他把《心经》都讲进来很多的经典呢，其实我也第一次听到我们的普及味道还有实相因为所看到的一些经典，其实我们都是后学都还在学习所以我们冯检师能够把《金刚经》这个经典讲的这么顺，这么淋漓尽致呢，你真的用了很大的功夫因为能讲《金刚经》的真的就是不简单所以说我第一次听到了这个演讲23分见心行善的这个评分，其实我看了经典一个很重要的给我一个感觉，就是说讲知是一回事，做又是一回事，行又是一回事。所以如果只有在文字上面去得知但是你如果不去做的话也都没有用。就像我们在讲到道一样，我们知道了我们得到了但是我们没有去行道，也是都是空手，只有不知道。所以我们不要两个对吧？我们应该要知己力行从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都感会退，所以咱来日常生活当中一点一滴去把这个道理把它正，我们把它做得很好我们才能够自己能够得到一些东西。所以我今天很谢谢我们冯检师为我们来把这个《金刚经》能够诠释。虽然我第一次参加，但是我讲的我看了真的是很佩服，谢谢。这个大体非常清晰基本上来讲，或许是一个幼稚园讲这个幼稚园因为或许刚才讲的就是我们这里就是乡下话，真他多了那或许讲这是在骗这些陈阿姨所以今天看到我们大头江先生的基本上来讲是很惭愧如果是真的讲经说法来讲，你或许来讲还不及格。能够不塞列的不塞列，所以因为或许就很冒昧的今天大伙要来，或许的情况很好。我说为什么今天两位大伙要来？10分钟给或许讲一下，要不然或许又是你对一下，这样是好，这样是好，因为这个初级检查看或许有人多。开个玩笑基本上因为知道的，我们的江大总夫人一位是要住在厦门，未来还是未来都会到厦门？知道自己在台北
那现在已经回到台南了，跟定居县里，是这样，那现在多久了？也都有，也多久了？一两个月。那有时间就你来，我们来后学吧，来学习，那欢迎你们大哥来共享盛举，好不好？我们9月24号会分会外州的有一个菜场区，联市吗？这个是他们的名水啊，那个是那个陈大一个教授要来讲课，9月24号，因为看下来哈，我们的林分哈，就把我们的先将到的夫人里面的地址是电话会有吧？记不起来，看谁要联络所以知道了那就我们这里有放，那就我们说的是这个频道。但是供血没有关系供血跟没有关系因为见到陈导，对了，见到陈导，因为是在我们一个县嘛都是地主是指师徒嘛大家都是一家人因为20号蔡长训蔡教授要讲课因为他讲的很活泼，他讲课我先听了一个试教的所以能不能听这堂课很好，那我们请我们的嘉宾的夫人2个人来参与，都请你们再参与一下，好吧？好，那我们最后一个来分享，那我们的晚上的一个课程，大家见过来了吗？我们技术组长他是在新营开汽车修配厂，他是汽车定位的他是一个组长，是很诚心的